落了苏文王。苏文王大国5年，小国7年，必为政有天下意。诗文小的孙子，其利不业，上帝记命，何有就好？好好有就，天命未详，温事富民，官将有经，空主话，人不可为重要。夫国君好人，天下无敌。今夜若无敌有天下，你不以人，是要直接你不以作也。诗文虽灵直接，事不以作。你必将并主话，不仁者可有言在。安其鬼，利其灾。若其所以亡者，不仁而可有言，即何亡国败家之有？有如主歌话，苍狼之水天下，可以从我应；苍狼之水作下，可以从我着。空主话，小主听旨，轻事作应，作事作着。自处之也，夫人必自母，然何人母之？家必自毁，如何人毁之？国必自法，如何人法之？太假话，天作业犹可为，自作业不可发，处之为也。是刀将并主话，结交之，是天下也，是其民也。是其民者，是其先也。知天下有道，得其民，是知天下义。知其民有道，得其心，是知民义。知其心有道，所欲勿之如之，所恶不思逆也。民之归民也，有水之就下，受之所控也。故为因夫妇者察也，为种苦畜者奸也。为同母苦民者，皆有丢也。今天下之君，有好人者，即如何该为之苦矣？虽若无昂，不可得矣。
今日欲王者，忧7年之病，救3年之危也。各位不调，将心不得；各不自无人，将心有量，以含无死亡。斯闻其何能续再思极定？此即为也。第10章明主话：诸宝者，不可无有言也；诸器者，不可无有为也。言非礼仪，为之诸宝也。我心不灵，故人有义，为之诸器也。人是安切也，人是正道也。空安切的复故，下圣道的不由，哀在11章明主话，都在你的求主话。书在伊的求主难，今人亲其亲，重其重，离天下平。12章明主话，故下为利，不歇无常，民不可得利的也。却无常有德，不信无有，不歇无常矣。是有朋友有德，孰亲不义，不信无有义。若亲有德，欢心不善，不义有亲义。良心有德，不明何善，不行其心意。是个行者天之道也，施行者人之道也。自行理不动者，理之有也；不行理有灵动者也。第13章并主话，撇夷必丢，故国海之滨，文王族兴话，合归何来？我闻世别，善用我者。太方必丢，故东海之滨，文王族兴话，合归何来？我闻世别，善用我者。而我者，天下之大我也。而归之是天下之富贵之也。天下之富贵之，基主言昂。如何有形？文王是正者，7年之内，必为成有天下矣。14章明主话，有也为贵善，不能改有其德。是附属为他日，康主话，求非我道也。小主明告的公是可也。有土关系，官不行人性的护持，该其有康主者也。空有为之强项。将地以善，杀人应也；将行以善，杀人应行。此所谓不土地必是真用，虽不容无数，故先者复相行，然诸何者处置？撇可来，念土地者处置。15章明主话，
准何人者若良有母子，母子不灵，焉之恶向中正，将母子了言，向中不正，将母子无言。听其言也，观其母子，人焉所在？十六章，并书话，强者不仁，谦者不夺仁。不夺仁之官，以强不顺言，恶的为强欠。强欠岂可以声音巧貌为在？十七章，孙悟空曰：男女授受不亲，礼无并书话这样。所列完是以修好，或所列不完是灾殃也。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也。所列完是以修者管也。